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。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。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，这个文章很有意思，很有借鉴意义。它标题叫为什么日本经济停滞了近30年，却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社会问题。你看这个标题是吧，就意味深长。我们一起看一看为什么经济倒退停滞，但是社会还很稳定。这就是日本。他说，日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本。1991年泡沫经济破裂之后，日本陷入了长达近30年的经济低迷期，这被经济学家称之为失去的30年。在这30年期间，日本的名义 GDP 增长近乎停滞，人均 GDP 甚至一度出现倒退。1995年，日本人均 GDP 是4.42万美元，到了2020年，这一数字反而下降至4万美元。更令人困惑的是，在这段漫长的经济寒冬里，日本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失业潮、恶性通胀、社会动荡或严重的贫富分化危机，而这一切现在在印度都是越来越有苗头，是吧？你看印度的贫富分化是在加剧的，印度现在已经遇上了失业潮，印度很多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。相反，日本的犯罪率长期处于世界最低水平，它并没有因为日本的经济不好，这治安就变差了，犯罪率就提高了，没有，人家一直是世界最低水平，社会治安良好，国民寿命更是全球领先，基尼系数也始终维持在发达国家较低区间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日本低迷的30年，失去了30年，但是人家社会各个方面还是一如既往。所谓的失去，所谓的低迷，恐怕只是 GDP， 只是人均 GDP， 只是那些统计数字，但是社会的方方面面好像没有那么惨。这种经济停滞和社会稳定并存的现象，在国际经济史上几乎独一无二。为什么一个经济体连续30年不增长，却没有引发剧烈的社会震荡？文章说，或许这才是日本最成功的地方。增长停滞了30年，乍一看日本有很多经济问题有待解决，但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日本经济自身的巨大优势。好，那日本有哪些优势呢？第一个叫存量优势，家庭财富和海外资产的隐性缓冲垫。首先，我们必须要认识到，日本经济的停滞并非是全面崩溃，而是在极高起点上的横向徘徊。日本的起点有多高呢？1980年代末，日本已经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，人均 GDP 更是一度超过了美国，人家人均超过美国，但是总量没超过美国，国民储蓄率更是高达 20% 以上，家庭金融资产规模庞大。但是很多人讨论的已经不是日本第2了，而是日本什么时候成为第1，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。记住了，这时候人均还一度超过美国。在泡沫破裂后，日本虽然股价和房价暴跌，绝大多数家庭的银行存款、保险和养老金并未蒸发，他们只是不再增值。换句话说日本人是在一个已经相当富裕的基础上停止了前进，而不是从贫困跌落。更重要的是，日本还拥有巨额的海外净资产。自上世纪80年代起，日本企业就大量投资海外，建立工厂、收购资产、布局供应链。到2020年，日本已经连续30年保持全球最大债权国地位，海外净资产超过3万亿美元。这些海外投资每年为日本带来稳定的利息、分红和利润回流，形成了一笔巨大的外部收入。即使日本国内经济停滞，这笔海外收益仍然支撑着国民收入和企业利润，使日本能够维持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。也就是说，日本虽然是低迷的30年，消失了30年，但是人家社会福利并没有下降，人家公共服务质量一如既往。第二个说，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内部分化和隐性保障。很多人认为日本经济停滞必然导致很多人找不到工作，但日本的情况恰恰相反，日本的失业率在失去的30年中最高也只有 5.5%， 那是2002年。
日本最高的时候才5.5%，就是失去了30年。那你说，对吧？这样说印度还没失去呢，这失业率就多少了？毕业即失业。此后长期都维持在2%到4%之间，远低于同期欧美国家在危机时的水平。可以说，这是日本最大的优势，也是日本特有的雇佣制度和文化机制在发挥作用。例如，在日本叫终身雇佣制，该机制的核心逻辑仍然保留在大企业和正式员工群体中。企业在面临经营困难时，并不会立即裁员，而是优先采取减少加班、暂停招聘、内部转岗、降低奖金等方式，也就是每个人的工作先保住，只是收入稍微降一降。这种内部调节把压力分散到了所有在职员工身上，而不是把一部分人直接推向社会。虽然每个人的收入变少了，但基本饭碗都能保住。其次，日本还有非常庞大的非正规就业群体，例如派遣工、合同工和兼职，这部分劳动者承担了经济波动的最大冲击，他们收入不稳定，福利缺失，构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安全阀。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弹性群体在，企业的用工成本才得以灵活调整，从而保住了正式员工的稳定性。第三个，说日本社会保障体系的托底功能。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早，在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期，日本就已经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，并在泡沫破裂后不断强化。它的核心特点是全覆盖、低水平、可持续。即使经济停滞，日本依然维持了全民健康保险、国民年金、介护保险3大支柱。任何人只要在日本合法居住，都可以获得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养老金。这意味着，即使一个人收入下滑，他依然可以看病、拿药、住院，而不至于因病返贫。老年人的养老金虽然不高，但也可以维持基本生活。这种底线保障消除了人们对生存危机的恐惧，也降低了社会焦虑感。事实上，日本社会最贫困群体的生活标准也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。也就是人家最低保障也比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那个平均水平还要高，这跟印度就不一样了。印度农民他那养老金这可以忽略了，但是人家日本啊，你只要是日本人，管你是农民还是工人还是居民，你都有最低保障。日本人老年人养老金或许不是最高的，不高，但是他能维持基本生活。就这个不高的水平，那也比发展中国家那个水平要高得多。就这意思啊。那第四个说，日本的集体主义也分担了日本压力。经济停滞之所以没有引爆社会矛盾，这和日本的文化基因密切相关。说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大前研一曾经提出过低欲望的概念，指出日本年轻一代对物质消费、买房买车和升职加薪的追求普遍低于上一代。这个在印度现在已经体现了，印度人年轻人开始不谈恋爱、不结婚了，更不生孩子，也不想买房，买车也无所谓。印度年轻人现在就有这个趋势。这种心态的形成，既有泡沫破灭后的创伤记忆，也有长期通缩环境下的理性预期，更和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对减速的和知足的推崇有关。同时，日本的集体主义传统也起到了润滑作用。企业内部的工会往往与企业合作而非对抗，劳资纠纷多以协商方式解决，很少演变为大规模的游行。社区邻里之间保持着较强的互助网络，地方自治会等等基层组织在福利发放、灾害应对、老年人关怀等方面发挥着补充作用。这些非正式的社会毛细血管分担了日本的压力，也增强了社会的韧性。这是日本4个方面的因素，让日本虽然经济处在30年的低迷，消失了30年，但是它的社会依然很稳定。最后一个就是日本债务内部循环和货币主权。作者说，他说日本债务占 GDP 的比重早在2017年就超过了200%，2020年突破了260%，位居全球之首。但如此高的负债率
却从未引发主权债务危机或恶性通胀。原因在于日本的国债绝大部分由日本本国央行、商业银行、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持有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内部循环系统。说日本央行可以通过量化宽松无限量购买国债，压低利率，让日本可以极低成本融资。这种独特的财政空间也让日本有能力继续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。从1990年代至今，日本先后推出了数十轮经济对策，涵盖公共工程、育儿补贴、中小企业纾困、地方振兴等等。虽然这些措施没有扭转经济劣势，但它们有效阻止了经济进一步恶化，并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兜底。换句话说，日本是用借来的钱买来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社会稳定。当然了，这种模式也并非没有代价，代价就是巨额债务最终还是会由未来几代人承担。但至少在当下，它成功的延续了矛盾的爆发，就是延缓了矛盾爆发。当然，我们不能不承认，日本也并非完全没有社会问题，也是有的。怎么没有问题？要不日本叫什么宅男是吧？日本的那个 AV 这些东西是怎么发展起来的？不就是在经济低迷期吗？所以说日本是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实际上就是经济停滞这种绝望影响了一代年轻人。日本年轻人陷入穷忙和低欲望的两难，非正规劳动者的贫困率持续上升，也就是他没有那种企业的正式工作，是那种零工，就好比印度的那种灵活就业，人越来越多，社会焦虑和孤独现象居高不下，这就是宅男、肥宅、社会焦虑。日本这些社会问题的共同特征是慢性化，它们不是爆炸性的社会冲突，而是慢慢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困境。也正因为变化是渐进的、个体的、分散的，所以很难凝聚成集体行动。所以日本经济停滞30年而未出现社会严重动荡，既不是运气使然，也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，它是一个由海外资产、内部雇佣制度、社会保障网络、文化心理、财政空间和人口结构共同编织而成的复杂系统。这个系统虽然无法让日本重新走上高速增长之路，但它成功的将经济失速的冲击分散、吸收、延迟，使其不至于瞬间压垮。日本的经历给世界的启示或许在于，经济增长固然重要，但一个社会能否承受增长的停滞，取决于它在繁荣时期是否建立了足够坚固的制度防火墙，以及它的文化是否允许人们在困境中保持体面与秩序。对于正在经历增速换挡期的其他国家而言，比如印度，那么日本的经验既是警钟，也是教科书。它告诉我们，即使失去了30年，社会依然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，但是有个前提，你得找到它。这就是作者的这篇文章，叫为什么日本经济停滞近30年却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社会问题。这样的问题还很多啊，你比如说日本经济停滞了30年，为什么日本的食品安全却没有问题？日本有食品安全的问题吗？日本不仅没有食品安全问题，日本人的寿命应该在全球应该是排第一，平均寿命我查了一下，日本人均预期寿命85.15岁，全球排第4。主要大型经济体中第一，有些小国家你这都不知道从哪儿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它排第一不知道，但是在全球大型经济体中，你比如说这个印度、欧盟、美国这种，日本是排第1位的。那排在日本前面的是小国家，比如说摩纳哥86.7岁，圣马力诺86岁，对吧？当然了，咱们的香港85.9岁，也比日本高。这说明什么？至少说明日本的虽然是消失了30年，但是人家食品安全、健康是没有问题的，并没有因为经济低迷吃的东西就差了，开始什么汤里面给你加止泻药是吧？凉茶里给你加止泻药，对，这是一个现象，咱们要注意。人家虽然低迷，但是食品安全底线那守得牢牢的。第二个是吧，
我们到现在为止，日本货那很少有粗制滥造的。所以有一阵子日本叫工匠精神，日本、德国都叫工匠精神。人家不管是消失了30年还是几十年，人家生产的东西质量那是杠杠的。但是印度就不一样了，印度就是山寨各种东西，那你就没有办法。我每天一打开这印度新闻，就各种卖假货，而且印度的电视台还去曝光。在最近网上曝光的印度抖音什么带货里面卖的什么网红肥皂、香皂，那玩意儿都是造假的，里面各种毒素超标。就这样的东西，你说你本来你超市卖东西都是叫什么质量过关的，对不对？都是能够有安全的这些吃的、喝的、用的。结果你超市啥也不是，最后所以有一个超市它能卖点真东西，质量还能过得去，它就变成网红超市，就变成有大爱。这种超市能火，它东西卖的还贵。它能火，就恰恰说明你老百姓想在别的超市买东西，想买到那种健康食品，你买不到。你说这就是区别，这就是不，我们不要老说日本消失30年，好像感觉日本好惨，人家其实不惨，吃什么都放心吃，喝什么放心喝。他所谓的惨，只是说年轻人在按照过去那种速度，从小城市或者农民来了，阶层越深，这个路没了。是吧？这个让年轻人觉得绝望，因为他经济停滞了，代表很多人想从这个阶层上到那个阶层，努力也不行了，梦想破灭，所以这个让人绝望。不是说他活不下去，不是说他什么各方面水平质量下降，没有。但是印度不一样，印度你看还没有说消失，经济稍微差一点，现在那印度开始各种乱象，印度的各种爆炸、生产事故、起火，那个车都拉着一群农妇去采摘，结果就翻车，各种事情层出不穷。所以日本失去了30年中，之所以能够维持社会稳定，核心在于其在繁荣积累的富裕存量，就是他在日子好的时候，人家居安思危，人家有大量的财富积累。第二个是特有的雇佣与社会兜底机制，人家最底线是吧？只要是日本人，管你是什么人，你的最底线比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要高。平均值都要高，就是日本的农民，那也比你发展中国家很多平均值要高，比你的工人底线都要高。当然了，底线在日本恐怕也只能是温饱，这个得承认，要不然日本不可能有那么多年纪大的人跑去干服务业，头发都白了是吧？开出租车、当门童等等啊，也就是他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。但是你想过得好，你想手头宽裕一点，那你就得出去干活。大概是这么个意思。那我们很多人就愿意把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愿意跟日本一比，我想这里面有几个问题。首先第一个，日本人家是在 GDP 4万美元以上的人均起点上，在那个时候挺住了，他们在海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，还有家庭储蓄，做这个隐性的缓冲垫，人均已经4万美金。咱们现在人均 GDP 只有1.5万美元，这个差距还不小。在当前咱们的人均 GDP 水平下，遭遇长期停滞，就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，情况会严峻得多。因为咱们大多数普通家庭没有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，缺乏足够的储蓄和海外资产分红来对冲国内经济的失速。我们举例子，我们现在家庭的财富怎么样？这个数没有个统一的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网上看。也就是什么意思？说你家庭存款5万元的，好像就已经达到了中位数水平。我们家庭存款5万，还是人均，就是咱们这个数据很多，也就是不管到底是人均还是户均5万，总之这个数都不多人民币啊。我们虽然我们的存款170万亿，居民总数那都是少数人的，对不对？2%的人，那些在上海买30万一平的房子的，眼睛都不带眨的，对不对？2个亿一套的，这些人差不多2%的人占了80%以上的财富。但是这些数字大家可以去找，我一时也找不到这样的数字啊，因为这个数字其实没有人公布，没有机构公布，都是根据什么中金提供的数字、中信的，还有招商银行什么金葵花是什么胡润排行榜等等各种数字把它混合，很多人推断出来的这个数字。总之这些数字不管是多了还是少，是具体多少，但是都告诉我们一个，这些具体的我们普通的牛马韭菜数是很少的，非常寒碜的。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我们经济失速，
你大家的痛苦指数一下就上去了，跟日本就不一样了。那我们失去的不仅是梦想，那关键你生活都受到影响。这就意味着，如果复制日本的停滞，在相似的发展中，经济体中，人们感受的不是钱不再增值，而是基础生成资源的匮乏，这极易引发因贫困导致的社会焦虑。日本的雇佣制度、劳动力市场，它是叫终身雇佣传统。比如你在一个企业干，你可能在那干一辈子，那跟我们这也不一样了。我们这儿，你干，反正你不管在那企业，你除非是公务员，你只要在企业干，很少能干一辈子。因为我们有个35岁现象，无论是码农还是普通的文职啊，什么你干到35岁，如果你还是个小崔，你肯定得走了。码农，我们拿码农举例子是码农这个现象特别更明显。实际上其他的岗位也一样，比如你就是白领岗位，你说你在腾讯，你22岁毕业，你进去了之后，你社招或者校招进去了，腾讯那够牛的，进大厂1万一个月，完了后面慢慢的就涨到4万。但是如果你干到30岁，你还是一线员工，小崔吧，连小组长都没当上，那你说你30岁你还能干得下去吗？30岁能干下去，你混到35，你还不走是吗？企业优化一定会把你优化掉。你那个岗位，你现在你干到35岁，你已经干了10几年了，你的工资至少4万5万。但是你这个小崔嘛，你是普通的员工嘛，你要优秀你就上去了，对不对？你正因为不优秀，所以你在原来岗，你这个岗位人家招个大学生又1万，肯定把你优化掉。所以说你想想，你这企业里面也一样，非升即走。35岁如果你不能干个小总监，你就干不下去了，就很危险了，准备给自己找退路，要么提前退休。也就是说，你看我们的就业是这么一个状况，大家都一样，无论你是做行政还是写代码，甚至连前台，对不对？你当前台你能干几年？你在前台22岁做前台没毛病，你做到30岁，你这35岁你还在前台站着，你想一想，这和刘晓庆非要演18岁，这效果不是一样吗？人家在大学生里面再招个刚毕业的，工资还低，5000块钱就够了，又年轻，谁让你个老同志在这站着？所以说你要么就升，对不对？你从前台变成什么？变成行政，变成人事等等，你要升不上去，不好意思，你也得走。所以说我只是举例子，也就是大家人人都有压力，最后被迫去干这个你的爱好，你的特长就是送外卖、开网约车、当保安。但是这个现象在日本就要少一点。这个文章介绍了日本的这种终身雇佣制度，你在一个企业干，你干一辈子，这个也挺奇怪的。在德国也是这样，你要在一个企业干，德国都是家族企业，你在那干，你真的就可以干一辈子。老子在这干了一辈子，儿子在这还干一辈子。它很多这样的企业，所以这种稳定的，所以说虽然它没有特别大的这个空间，但是它很稳定。那所以只要稳定，那焦虑就少一点。我们反过来看，我们虽然有不小的空间，从大学毕业进了腾讯，你的空间很大，而且咱们基本上也是你只要有本事就能往上爬，没毛病。但是这种人是极少数，大部分人爬着就回家了。因为后面这个江山代有才人出，每一年毕业的大学生的这是一年比一年多，所以说我们就业这一块那跟他们也不一样。而最后这个就业的蓄水池，外卖网约车，那现在外卖网约车人满为患，而且我们外卖网约车它也不是以解决大家就业难而应运而生的，它是为了这个贩卖信息撮合，它是要为资本服务。所以这个就注定了他不是承担社会责任来的，人家投资是要赚钱的，美团也要利润，有了利润它股价才能涨，有了利润它才能活到下一轮竞争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所以人家的目的，他的宗旨不是为了什么社会功能，但是恰恰就是这样的企业，它又承担着最后兜底的功能，这就是矛盾的地方。这个文章主要讲日本在经济高增长时期建立了全覆盖、可持续的医疗和养老3大支柱。虽然对养老它水平不是特别高，但是人家是全覆盖。全覆盖就解决你的生存危机，你不用为了吃饭而焦虑，饭是够的，吃饱肚子是没问题。但是要好，你想更多，那你就还得去上班，还得去兼职，还得去搞服务行业当服务员。那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而言，
社保体系目前仍处于完善阶段，覆盖率和统筹力度跟日本还是有不小的差距。一旦经济换挡或者停滞，社保直到最后的防线，如果没能及时完善建好，那么因病返贫、老无所依的个体困境，那就可能会突出爆发，最后演变成这个群体性的焦虑，甚至引发社会矛盾。所以很难像日本那样的慢性化、分散化的被社会吸收。所以文章最后他的结论非常深刻：一个社会能否承受增长的停滞，不涨了，零增长，甚至有的是负增长，能不能承受住，取决于它在繁荣时期是否建立了足够坚固的制度防火墙。所以对中国这样的新经济体而言，国外经常把咱们叫新兴经济体，我们差不多现在新兴经济体应该指越南、印度了，我们好像叫新兴经济体好像有点好像不合适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日本的教科书意义在于不能只看它失去了增长，更要看它在失去增长前做了些什么，有哪些准备。如果在财富积累不够高、海外资产不够多、社保网络不够密、内债循环不够稳的情形下，进入低欲望、低增长的状态，迎接它的可能就不是日本式的体面与秩序，而是更为剧烈的社会阵痛。实际上我们现在你看年轻人已经慢慢的在走向这种低欲望，不结婚、不生孩子、不买房子。现在我赚不到钱，那我就不花，我老老实实的，就已经变成这样。他想花，他就得赚钱；他想赚钱，他就得上班，没班上。他那没班上，那就退而求其次，那我就不花，变成这样。现在连谈恋爱的都少了，谈恋爱的一少，连电影院他就不行。电影院不行，跟这有关系。这欲望一变低，会所各种那么山 K 乱七八糟的都没了，活不下去。因为大家一没钱去造，第二个没那个心思，没那个想法，早点回家睡觉，或者早点躺床上刷手机也挺好的。再加上现在的社交媒体是吧，抖音这个短视频一刷3小时、5小时过去了，还真是这样。很多年轻人在床上一躺，他刷手机能刷8个小时，除了中间起床上厕所、尿尿，饭他可以不吃，夜里饿了再点个外卖。你看这种快餐式文化给他提供了这种宅在家里的这种基础。你宅在家里还不觉得无聊，对吧？过去没这个条件，坐在家里挺无聊的，你知道吧？那电视台就那么几个电视，翻来覆去的都是康熙大帝，或者是叫什么康熙王朝，是吧？雍正来来回回就是辫子戏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你从1台跳到8台，那都是四阿哥很忙，反正哪个台都是四阿哥在忙，没得玩，对吧？那现在你看你手机真的一刷8小时，也还不觉得累。所以说它很多这叫多因形成，还不是一个原因导致的，多因。所以我觉得咱们看了日本的消失了30年，其实我们要改变一下看法。是日本消失了30年，指的是它 GDP， 是它人均或者什么的宏观的东西，微观的实际上它没有什么太大变化，生活一样一如既往。再一个变化是什么？变化就是梦想少了，的机会改变命运的梦想，年轻人没了。那这一点咱们现在差不多的，但是咱们比日本要差的地方，我们还没有建立一个好的一个保障制度啊等等。所以说一旦发生经济低迷，就是这个增速没了，像日本那样的消失30年，那我们恐怕会更惨。所以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，我们毕竟叫未富先衰，日本是富了之后衰，所以还是不太一样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点赞评论，谢谢大家。